幸福的滋味，人生所求的真理，并非权势甲名利，辛苦变痛若来至，荣华富贵啥意义？十之八九平常时，嘛有一二六痛时。莫讲五四三代志，6年顺来7岁意。政府伦理足重视，疫情紧张爱防备，居家管控着坚持，共同度过这日子。毋通牵拖袂管事，大家小项甲闹市，互相约束守规矩，期待肺炎早消除。上惊袂晓加先知，臭头教育乱输气，防疫当作咧搬戏，神仙难救无命离。全民着爱有理智，莫信偏方乌白医，遵照专家的指示，保持通风甲距离。后礼拜是新学期，毋免惊吓甲伤悲，遵守规定莫铁气，自然上课会顺时，平安圆满好闪避，游山玩水四过去，困烧食饱无老气，就是幸福的滋味。